Hello，我係阿俊啊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咁今期咧同大家分享關於買樓之前點樣保證呢個貸款一定冇問題咧？因為好多人買樓都係按揭噶嘛。咁以下有幾個問題咧係要同大家提前了解嘅啊。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你要如實咁樣講出你嘅徵信情況啊，將徵信報告打出嚟啊，確認呢個徵信係冇問題嘅。咁通常咧，我哋嘅徵信報告喺邊度可以打出嚟咧？就係我哋當地嘅中國人民銀行啦，或者授權嘅商業銀行都可以打出嚟嘅。咁第二個問題咧，就係你要如實咁樣講出你嘅收入係幾多，你收入證明公司可以同你開幾多，同埋每個月嘅收入流水係幾多錢啊？有啲銀行係需要我哋提供糧單同埋個稅金單嘅啊。睇下名下有冇負債啊，有冇俾人起訴，同埋有冇幫人哋做過擔保，呢啲信息都係要如實咁樣講出嚟嘅，因為佢會影響到我哋可唔可以做到房貸嘅。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夫妻係一個家庭啊，係一個整體。如果其中一個人個資質有問題咧，貸款都係做唔到嘅，所以我哋要將配偶嘅情況同大家講清楚啊，究竟係咩情況？如果雙方都係冇問題嘅，就可以做貸款嘅。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我哋喺揀銀行上面咧有冇咩技巧咧？講實話，其實大銀行細銀行都係一樣嘅，喺大陸呢一邊啊。有啲人會糾結揀咩銀行啊，其實喺大陸咧都係一樣嘅，冇咩區別嘅。只要佢哋銀行嘅利率係一樣嘅，同埋提前還款有冇違約金啊？提前幾耐唔需要違約金，可以提前還款幾多次，有冇限制？呢個先至係重點啊！另外咧，揀每個月還一樣，定係話越還越少，即係本息或者本金兩種還款方式。好多人會問邊一種會合適嘅？其實我個人認為合適先至係最重要嘅。我哋可以下載一個房貸嘅計算器去計算所有嘅還款方式，睇下自己接唔接受得到啊！輸入個信息，貸幾多年用邊種方式啊，一睇就知㗎啦。如果我哋個人嘅月供承受壓力比較弱嘅話，我建議係揀30年啊，等額本息，即係30年每個月都係還一樣嘅。我哋可以長貸短還嘅。咁長貸短還係咩意思呢？就係將貸款嘅時間拉長啊，壓力咁佢月供壓力咪少好多咯。咁我哋喺呢個還款個過程中，我哋儲到錢咯，我哋可以提前還一部分入去。咁隨住我哋還嘅本金越嚟越少，我哋嘅月供就會越嚟越少啊。咁樣最後我哋嘅壓力就會越嚟越少噶啦。所以我哋係問清楚銀行提前還款係需唔需要收違約金，大概要幾耐之後唔需要違約金之類嘅政策。所以我前面講好呢幾個問題落實好咧，咁我哋貸款就冇咩問題啦。啊，今期就同大家分享呢個房產諮詢啦，有興趣嘅隨時都可以聯繫我嘅啊，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多房產資訊。